那嘉南和彰化最近的水道水浓落落，这是嘉南暖暖有民众反映讲，水是黄黄个臭臭，就算煮福滚嘛是唔敢啉。台水公司伫昨昏有去净水厂检测，发现水质是下标准的，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因为久无落雨啊，水流伤慢啊，水才会落。 水道头全开，无偌久，规桶水竟然偏黄色。最近规人暖暖的民众用水连续出现这种情况，烦恼对健康有害，根本唔敢摕来食，大概是议论纷纷。好像是有一点那个有白水的味道那样。我1个礼拜很正打算去买大的矿泉水，有过滤的设备，可是还是会觉得不放心。也是有煮过了，会有一种味道，就对。民众向民意代表反映，昨日到净水厂去勘查，不过台水检测了后，却是表示水质符合标准，检判是侪天无落雨，供线流速减慢造成的，已经加强排水，并且参制了活性炭处理。会觉得偏黄，是因为色度的关系，不是浊度的关系。那也都是在饮用水的水质标准。我们路气加入量啊，哈，我们的鱼露还是符合标准。 那规人出现明星用水真落黄的情况，彰化大川的用水也是安尼，民众翕到规罐水沿讲是黄红色的相片，用热水器过滤，热心用无偌久，就规个拢变黄色的，讲这款水质根本比流也较垃圾。 阮有甲乡长是迄个乡长讲，伊嘛知影这个代志，真侪人甲反映嘛。都整好了了。哎呀，整好了变乌，规个拢乌的。我他等下甲船长讲，我们都有到现场，到家户家里面去做处理。那也了解，有的地方是管末端，因为自来水在那边停滞以后呢产生的问题。那我们有做紧急的处置。 有民众反映，就算用热水器来过滤，也是无多改善。对此，台水表示已经换这净水厂的过滤设备，要求加强排水作业，要调查受影响用户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